欢迎收听7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7章10到17节，无限赛局的有你真好，因为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吗？我们所领受的是这位奇妙可畏的上帝赐福吗？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诗篇40篇第5节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大事，有谁能跟你相比呢？你为我们设想的奇妙计划，要数说也数说不尽。在人生当中有许多计划，人不能筹划，然而上帝却是能够掌握，并且在其中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愿意回转向他，我们就要感受到、经历到，并且与主来一起经历这从上帝来的帮助哦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，从小学开始，这位年轻人就已经相当清楚信仰价值，并且受洗成为基督徒。然而信仰受洗之后经历的却是因为人离开了教会。离开的时候他相当困惑，他觉得教会比江湖还虚假。这样的想法将他带离教会将近30年的时间。然而上帝竟然使用一个想都想不到的人，把他领回教会。一连串奇妙的带领，他深深地感受到以便以谢的上帝。这位上帝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上帝，是在此时此地帮助我们的上帝，是在我们当中帮助那心有上帝的人。因为我的生命有你真好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真的是有上帝真好啊。当以色列人他们专心的寻求上帝，弃绝他们的偶像，并且在这里要向上帝献那悔改的祭，献燔祭的时候，全心献上所换来的结果，竟然是现实环境中非利士人又要过来跟以色列人征战。在这当中，身为上帝的子民，上帝当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就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大发雷声，惊乱了这些非利士人，好像我们这几天天气变化中看到那闪电打雷。我想当时的场景可能是更令人害怕，更令人震撼的。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以色列人呢，就从米斯巴出来，不仅是击败了非利士人，甚至追赶他们。这样的一个胜仗的经历，让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，意思就是帮助之石。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在原文当中，耶和华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有2种意思，一种就是在此地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而另外一种意思呢，就是在这个时刻上帝仍然帮助我们。他过去帮助，现在帮助，那什么时候没有帮助呢？就是在人离弃上帝，没有要寻求他，不仅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的帮助，也没有要他帮助啊。然而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却看到当他们回转向上帝的时候，人真实的感受到、经历到，并且连接到上帝的帮助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他们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而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上帝的手就攻击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从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这些城邑，从以革伦直到加特，就都归还给以色列人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中，以色列人跟当时的这些迦南人和平共处。今天的经文结论就在撒母耳做以色列士师的这一个年间，他的一生当中，他每一年巡行伯特利及甲米斯巴，在这些地方做士师来审判以色列人。随后就回到他的家乡拉玛，也在那里
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且为上帝来献祭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见当人回转向神，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喜悦的人。这个年轻人在30年后到底怎么重回教会生活呢？没想到是因为一个佛教徒，一位佛教徒老板要这个年轻人邀请他来创业，而且要创业的是播放佛经的唱片公司。他心里面总是有神，他认为他是个基督徒，怎么会是开一间佛教音乐的公司呢？于是他决定，他要兴起，透过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，他要让这些音乐专业的资源用来制作传统福音诗歌唱片，就是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明时圣乐团主必看顾的这首诗歌。主必看顾的这首诗歌，我们如果听他的歌词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人在信仰当中的挣扎。这个歌词这样说：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？当我心灵破碎时，前途满荆棘，魔鬼来攻击。主耶稣是否仍看顾？一个真实经历上帝的人所经历到的，他接下来这样唱：他必看顾，他必看顾，因他同情我痛苦。环境虽变迁，人情虽易改，但耶稣永远看顾。在这首诗歌当中，真实经历上帝永远看顾的这个年轻人，当然当他创办公司的时候，他没有像过去那么年轻了。然而上帝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经验，让他回转到上帝的面前，并且透过他的服事，透过他的经历，他有一种感受，他过去手心向上，想要支取更多从上帝来的恩典，但如今他认识的信仰是手心向下，能够去给，去帮助，去行动，被上帝所使用。在这样的跟上帝的关系改变的过程当中，有一次经验，他听闻了脊髓损伤者的困境，于是他向上帝祷告，希望能够来帮助他们。就在这一步一步的当中，上帝使用他，不仅是募得了许多能够帮助脊髓损伤者需要的这些辅具，更是在后来他创业了主动厨房。他希望透过这个主动厨房，让这些商友他们不仅是成为领受的，更是他们透过可以动手来工作，来继续维持他们的生计。他也不接受这个直接的金钱捐助，而是透过这个真实的主动厨房的这些买这些食品，他们制作出来的这些食物来养活他们自己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服事，让他们来经历有尊严、有能力、有行动力的生活。上帝的带领总是奇妙，当我们愿意转向神，虽然人会让我们失望，然而跟上帝的关系，在那挣扎，在那张力，在那被扩张的过程中，我们或许过去经历了破碎，但是到如今我们仍然经历上帝的帮助。在这过程中，许多的人曾经在信仰上虽然跌倒，虽然软弱，虽然破碎，却是在上帝的里面继续经历到上帝为我们成就大事，上帝为我们预备计划，
上帝扩张我们的生命境界，上帝使用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跟帮助。他是看顾我们的神，他从过去看顾，如今仍然看顾。当我们愿意相信，当我们愿意回转，以便一切的上帝此时此地就要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经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当我们看见网络上一些名人，他们过去追求信仰，却是在信仰中跌倒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更是看见人真的是很脆弱，人再怎么聪明能言善道，不过就是有限的人。但是上帝，你不放弃我们，你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的为我们来预备那够用的恩典，预备那最好的时机，更预备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，当我们愿意重新相信，我们就要重新得力。恳求主你持续的带领我们，以便以谢的上帝帮助过去的以色列人，你如今仍然帮助我们。恳求你带领在我们当中，在信仰中有挣扎有疑惑，甚至因人而跌倒的人，主啊，我们要因你而再站起来，我们要因你而再被恢复，而再被医治，而再被兴起，使我们的生命来经历那在你里面，你为我们预备那充满上帝神迹奇事的计划，如同今天的这个见证一样。过去我们失去，但是上帝你却要我们重新挽回，继续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，使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来得着从你来的赐福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透过你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的生命，使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要因你得福。我们下次见。